今年咧好好啊，因為見到咧好多嘅應用咧都係響對社會咧好多貢獻嘅，譬如對交通啊、對旅遊啊、對大眾市民個影響力係比較深啲嘅。今年個比賽咧好特別嘅，因為好多都係可以落到地啦，去到市民上邊可以應用到同埋享受到嘅。除咗響商業應用之外咧，仲可以響不同嘅社區啊，甚至全個香港應用科技。咁另外就係話我哋而家有啲智慧旅遊啦。香港而家希望大搞呢個城市經濟啦，喺旅遊上面都好重要嘅。咁樣點樣去將線上同線下一齊連埋一齊呢？同埋同內地嘅 social media， 譬如小紅書啊依類咧，點樣可以互聯到，令到幫到香港嘅經濟，亦都幫到香港中小企嘅大企啊喺旅遊方面嘅發展。來嘅旅客嘅話，亦都可以更加有好好嘅體驗。咁呢個都係另外一個好正嘅一個應用嚟嘅。今屆啦，或者上幾屆都可以見到咧，越嚟越多不同嘅公司嚟參賽啦。咁我諗相信響大家都睇到政府有好多好好嘅成績，去將香港變成一個創科嘅中心啦。好多外國同埋內地嘅公司亦都嚟香港發展科技啦。我哋響不同嘅排名，無論學校啊、創科啊，都排得越嚟越高啦。我相信 ICT Award 咧可以幫助咧大家更加知道有啲咩做咗，從而咧去鼓勵咧去啟發更加多年青人啊、企業啊、中小企啊去創啦，去幫助香港嘅經濟啦，令到我哋個經濟更加好咧。其實每一個社會環節咧會做得更好嘅。希望鼓勵你，下年見你哋。